进。我看了林大爷的案子，觉得不属于医院的责任，我会从今天开始对大爷进行劝退。但是按照医院的惯例，最后患者跟医生还是要在综合接待办见面的。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正好找他个事儿，不如你去约时间吧。那就定在今天下午3点半吧。可以。我这就找他去。等等，现在综合接待办都忙到这种程度了，连话都不让人说。还有什么事吗6、7点有空吗？下班时间你也要跟进案子吗？你不是要向我科普网红餐厅吧？我等着呢。你这是要制造话题啊，温医生。什么话题？一早上你都没听说吗？医院都传疯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澄清一下？哦，那个谣言就像短暂的神经麻痹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何必在意？我倒觉得它像个肿瘤，不割掉它，你就不怕变异吗？有进步啊，都能用医学术语举例了。我可没开玩笑，我还是个新人，让大家误会我们不好吧？你不该去解释清楚，并且与我保持距离吗？我不觉得我们需要保持距离，我不同意。但是如果你坚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这一次，替你去结束这个谣言。真的吗？那你欠我一个人情。现在啊，已经有 A、B、C 3个选项，不如大家下个注，输的人请喝下午茶，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我觉得喝下午茶。要不我也下个注。温医生，温医生，现在谣言真是越来越离谱了，所以我来澄清一下。所以答案是从容了？不是，没有。没错，就是他。哇，到底在胡说什么啊？那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其实我们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我暗恋他几十年了，只可惜一直求而不得。不是暗恋几十年，温医生，您今年贵庚啊？温医生不愧是温医生，连辟谣都那么有新意。算了吧，算了吧。哎，你这人是不是有毒啊？现在不是没有谣传了吗？你认真的吗？你觉得呢？